咱继续来看这个台中捷运的意外，这个弄到影像，也就是画面公开了后，大家开始讨论，开始咧检讨，原因是这个列车入站冻点2秒前后，这个吊车的高啊，就已经为半空中落来，去卡到捷运站进场。而这个列车敢若几十公尺尔，也毋过月台保全人员敢若是拢无听到声，一直到外头看到讲，这个头粉啊蓬蓬，应者慢慢咧行去月台前去确认有状况了后，这个对讲机举起来通知站长停车。这段时间，这个列车照常开门，或者人家上车甲落车，车头的随车人员第一时间嘛无发现讲有啥物故样。整个过程前后差不多20多秒，最后这个门关起来了后，驶行起来弄到这个吊车的吊车钩啊。因为这列车是自动驾驶，车门关起来了后驶行，随车人员才想要启动这个手动的冻电的这个设备甲作业已经未赴啊。当到12点27分，台中捷运的列车开入去丰乐站，才拄敢若停车2秒钟。月台头前隔音的壁马上去互工地落来吊钩啊去喊着，现场是蒙烟线雾，离列车敢若10多公尺。不过当时月台保全敢若是无发现，但伊月头看到涂沙粉应甲规世界的时阵，才行向月台头前准备要确认。这个时阵已经过9秒，列车车门拍开，乘客照常上落车，随车人员嘛无发现故样，一直到涂沙粉无过营业，车外保全才发现讲代志大条，赶紧通报站长来停车。这段时间又过经过10秒，27分26秒，列车将车门关起来，30秒准备要出发。32秒时阵，保全走到月台上头前，拼性命对列车一手阻止开行。不过列车也是照常来出发，随车员想要启动手动啊，不过需要20秒的时间，反应的时间敢若13秒，13秒了后就弄到吊钩啊，悲剧就安尼来发生。自头到尾，敢若一个女乘客发现讲状况无对当，无上车，闪过这个急速。只是为意外发生到列车去弄到吊钩啊，中40几秒的时间，工作人员敢讲拢无任何机会来阻止。在开关门的时间，他去警戒这件事情，他正在执行的时候，持续观察旅客上下车。那保全在这个时候有趋前，跑向他，站出车门的位置，那并且有跟他做一些示意，那可是因为后来车门关闭，列车出发了，通报的时间因为太急促太短，而来不及去做一个反应。外界质疑吊钩啊，明明拢已经弄入轨道，那拢无警示通报的系统，敢讲列车对天顶熊熊落落的物件完全无防备能力。东西掉到轨道上。侦障杆去碰到之后，就会触发紧急刹车。但是高空掉落的话，我们在沿线上没有所谓的入侵侦测这一块的系统。这件意外造成一死10伤的悲剧，外界质疑台中的捷运反应伤过慢。虽然台中的捷运公布意外画面，想要解释事发的经过，不过外界议论的声音却是愈来愈多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